2023年已经过去半个月，中共军委1号军令至今未发布，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有分析认为，中国正在爆发的中共病毒疫情，军队染疫的情况或许比较严重，导致了习近平的1号军令难产。从2018年以来，中共军委新年之后，身兼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在每年的1月2日至4日之间，分别会签发军委1号军令，命令开启当年的军事训练。这也是中共领导人对内展示军权的一种方式。往年，中共军委的1号军令，中共国防部官网、中共军网、解放军报会立即在头条高调发布，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同样会放在头条。但2023年已经过去2个星期，中共军委的1号军令却始终未见踪影。对此，时政评论人员表示，或许习近平一直没有签发1号军令，或者已经在部队内部签发，但故意没有对外开放。无论哪种情况都相当蹊跷。中共高层忽然打破惯例，显然内部发生了某种外界难以觉察的重大变化，不打算像往年那样释放某些关键信号。这应该与军令的内容和当前的敏感形势有关。中共正在面临着内外交困，处在火山口上。外媒报道说，习近平今年将面临困难重重的一年，受到疫情、经济、外交危机的3面夹攻。华尔街日报1月16日报道，习近平去年秋天巩固了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在新的一年，他将艰难应付一场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政府突然取消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所带来的这一后果，可能让中国在未来数月里都笼罩着阴云之中。对习近平而言，接下来的一年很可能充满了动荡。报道说，习近平也不接受对其自上而下执政方法的批评。在去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同时似乎指责地方官员对其政策的执行不力。许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未来1年的形势艰难，理由之一是中共病毒染疫人数剧增，可能会扰乱供应链，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企业对政府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的困境。过去3年，中共实行严苛的清零政策，导致了无数次生灾害。去年12月7日，中共在毫无准备下突然放松风控政策，导致了中共病毒疫情如海啸般爆发，席卷了全国大小城市，医院崩溃，死亡人数飙升，火葬场和殡仪馆不堪重负。时政评论人士认为，美国、欧洲、英国、日本的再度密集剑指中国之举，表明西方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共不仅是中国的祸根，其推行全球的价值观和对西方国家的渗透也在摧毁美欧。因此，西方国家唯一的选择就是联合起来，应对中共的挑战，并赢得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还是军事对抗上的最终胜利。美国德州议员近日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中共和朝鲜等国在德州购买土地。德州州长承诺，如果法律在议会通过，他将会签署成法律。德国议会共和党参议员日前提出法案，禁止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政府、公民或实体在德州购买土地和房产，并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在过去几年，更多的德州民众对来自中国的土地收购者感到了不安。中国疫情燃烧，中共病毒染疫和死亡人数剧增，一些大城市的情况受到了众多的关注，偏远乡村的情况更为严重。1月16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的一位村民诉说，他们那里染疫死亡人数众多，遗体都埋在了自己家的地里，当地到处埋的都是死人，村子里的老人基本都死光了。村里还有一些退休的公职人员也死了，遗体拉到宝鸡市殡仪馆，但排不上火化，最后又都拉回村里进行了土葬。这位村民还透露，现在村民买不到药，医院、药房里面的药都抢光了，染疫的人只能在家里硬扛。与此同时，城市殡仪馆由于尸体堆积来不及处理，正在紧急加购火化炉。1月6日，广东省汕头市殡仪馆通过政府网站发出招标公告，应急购置2条火化炉。招标公告还明确提出，合同签订后3日内交货，10日内安装完成，并点火交付使用。招标预算费用为284.4万元。而汕头市并非个案，据不完全统计，1月份以来，
中国各省政府网站上公布的招标公告中，至少有37个跟火化炉有关的招标书。中国民众白纸运动抗争的高潮已经平息1个多月，不过中共仍然持续秘密抓捕参与者。一位女孩被捕前录下了视频，呼吁大众不要让他们凭空消失。大家好，我是芷欣。现在我委托我的一些朋友，在我被失踪后把这一段视频公之于众。也就是说，当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已经被警察带走了，就像我的其他几位朋友一样。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欣在失踪前录下了自白视频，讲述了去年11月27日他与朋友到北京亮马河畔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的经历。曹芷欣表示，在悼念现场，他们遵守秩序，并没有与警方发生任何冲突，但2天后却被警方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几位朋友。随后，曹芷欣等人被警方认定无罪释放。不料，从12月18日开始，这些参加悼念活动的年轻人再次遭到了北京警方的刑事拘捕，而拘捕令的罪名栏是空白，警方也拒绝告知这些人被关押的地点。我们不想凭空被消失，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是我们会被定罪，定罪我们的证据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出于同情去了悼念现场，那么这个社会还有多少可以容纳我们情绪的空间？视频还同时列出了13名被失踪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和失踪时间。这段视频发布后，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警方通过破解被抓捕者的手机，已至少逮捕了40名白纸运动的参与者。1月17日，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和研究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呼吁世界穆斯林组织理事会收回对中国政府压迫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赞扬，并与遭受酷刑、强迫绝育、强迫婚姻、强迫劳动和强迫放弃信仰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展开对话。1月8日至11日，由总部设在阿联酋的世界穆斯林社区理事会率领的来自14个国家的30多名穆斯林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所谓新疆，赞扬了中国在该地区的所谓反恐措施。维吾尔人权项目指出，与这次穆斯林神职人员代表团赞扬中国政府的所谓新疆政策有所不同的是，许多国际穆斯林组织谴责了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残酷镇压与迫害。去年8月，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其关于新疆人权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可能对该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一致表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勒坤奈沙表示，访问维吾尔地区的所谓穆斯林学者违背了良心，放弃了调查中国政府种族灭绝的责任，而是选择了参加中国虚假舞台表演性的访问宣传。中国中共病毒疫情海啸式爆发，染疫死亡人数巨大。消息人士披露，中共当局为掩人耳目，用社会车辆代替灵车，而死去的老干部名字在所谓的革命公墓上墙，要排队到1至2年的时间。一位中共病毒死者亲属晒出了自己办理丧事的经历，包括死亡证明只能说肺炎，不能提中共病毒，拉遗体的车辆是民政部门统一安排的社会车辆，从外观看不出是运尸灵车，骨灰3天至3个月内才能取走。同时，在新年前夕，怕真相曝光，中共加紧了监控中共病毒疫情的舆论，封堵了外媒的采访。中共网信办18日声称，在过年期间要进行6个方面的所谓清朗行动，强调整治所谓涉嫌疫情网络谣言，严控以返乡笔记、返乡见闻、渲染社会阴暗面等等。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日有3名外媒记者到甘肃兰州等地采访，当地宣传部门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密切关注，若发现3人的行踪要立即报告，并警告居民不得私自受访。